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唱着祝福，愿神天天带领你，伴你走过人生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哦哦哦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天天充满他喜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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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唱着祝福。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唱着祝福，
愿神天天带领你，伴你走过人生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哦哦哦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哦哦，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哦哦哦，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哦哦哦哦，天天充满他喜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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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唱着祝福。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唱着祝福。愿神天天带领你，伴你走过人生路。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哦哦哦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哦哦，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哦哦哦，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哦哦哦，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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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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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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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唱着祝福。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向你唱着祝福。愿神天天带领你，伴你走过人生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
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哦哦哦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微笑和烛光中，有我最深的祝福和最虔诚的祈祷，祝你生日快乐，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哦哦，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生命不再空虚，以神为主而活。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牧师及各位来宾，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嘉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庆祝迦南教会60周年的感恩礼拜。迦南教会不是只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地点，它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回忆，以及承载了我们许多的青春岁月的一个地方。在迦南教会呢，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敬拜。所以现在我要邀请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从你的座位上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周报第4页。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迦南教会欢迎你，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
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迦南教会欢迎你，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迦南教会欢迎你，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谢主。我们继续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叫做《迦南向前行》。来，音乐请下。我们要来唱台语的哦。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你信心的引带，行过永乐和平甲中华。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行过高山甲旷野，一路拢有稳定的脚印，有目屎，嘛有笑容。目屎刺骨打过，也去酸软的脚，手牵手继续向前行。跋山过岭，山无开路，帮助过路，共同互引导，心同意，靠地上帝国，你甲咱教会，同心同意，靠地上帝国，你甲咱教会。好，大家敢知这首歌是谁创作的？做这首歌是迦南教会的康文成长老，嘿，搁咱的詹翠芬长老为着迦南教会60周年所创作的这首歌，望咱迦南教会永远向前行。阿妹。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你信心的引带，行过永乐和平甲中华。向前行，向前行，甲咱向前行，行过关山甲旷野，一路拢有稳定的脚印，有目屎，嘛有笑容。目屎刺骨打过，也去酸软的脚，手牵手继续向前行。跋山过岭，山无开路，望就过路，共同互引同心同意，靠地上帝国，你甲咱教会，同心同意，靠地上帝国，你甲咱教会。同意，靠地上帝国，你甲咱教会，同心同意，靠地上帝国，你甲咱教会。来，掌声归乎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请大家请坐。一甲子，迦南已经60年啊。迦南教会的岁月有上帝在看顾，满有上帝稳定甲疼。感谢主，迦南60年的岁月，对伫永乐街的车库，
到伫中华路的礼拜堂，嘉南教会60年的岁月，生出丰温。嘉光教会，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主上帝。感谢做恩典，因为你甲我每一位信徒，拢是要写嘉南教会故事。阿妹吗？阿妹，咱只是要请这首诗歌的原作、原唱张敬豪老师来唱。60当心，嘉南福庆。一甲一的岁月，月头真少来看，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你我的故事拢伫这，主上帝祝福满满。一步一步有伊引带，欢喜忧伤花开花谢，有上帝甲咱听命命。咱做伙来唱嘉南嘉南，嘉南嘉南，是主所应允的地。丰盛的生命，咱着怎样来憔悴？仰望世界，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底。嘉南嘉南，是主祝福的教会。信仰的脚印，咱着紧紧来跟对，分而不悔，互小天稳定，流传万世。做伙来唱。一甲一的岁月，月头真少来看。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你我的故事拢伫这。主上帝，主上帝，祝福满满，祝福满满，一步一步有伊引带，欢喜忧伤花开花谢。有上帝甲咱听命命，嘉南嘉南，是主所应允的地。丰盛的生命，咱着怎样来憔悴？仰望世界，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底。嘉南嘉南，是主祝福的教会。信仰的脚印，咱着紧紧来跟对，分而不悔，互小天稳定，流传万世。举起咱的双手，嘉南嘉南，是主所应允的地。丰盛的生命，咱着怎样来憔悴？仰望世界，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底。嘉南嘉南，是主祝福的教会。信仰的脚印，咱着紧紧来跟对，分而不悔，互小天稳定，流传万世。信仰的脚印，
信用的脚只，咱就紧紧来滚队，奋力不悔的小体稳定，流传万世。咱要将一切荣耀拢归乎咱天顶的主上帝。迦南60当心，迦南复兴。阿妹，将咱做伙来吟信诗第42首，请来耶稣万所毋忘，请起立吟全首。伫咧周报第5页。请来耶稣万所恒望，救主民得着自由。赞愿脱离一切压迫，我命对你的无受，来头挽受咱的同胞，就因出乎安地啊！你会听乎阮的脚声，为民变因心无定。请来耶稣，你做路步，予世界的心创造，予万国拢得信我名，真邪恶归顺真道。求你开光明的将来，你信靠平静目睛，拄起一切的类悲伤，行行中万的心。咱请陈树林传道来祈祷。请咱三个话头来祈祷。至上天父，阮感谢你，伫这个大欢喜的日子，阮要来算，要来笑，主你对阮的恩典偌安尼大。60年前10月31日，伫永乐街22号，你开设阮迦南教会。虽然开始是伫车库咧敬拜，总是天父上帝你看顾，互阮伫遐同心合意，为着即间教会来打拼努力。感谢主你的听头，无偌久，阮就刷到和平路，主你的恩典悠远甲阮同在。和平路的礼拜堂，虽然伫落雨的时阵会破雨，总是主你悠远保护，互阮安然伫遐经过。感谢主的听头。民国59年，阮得到主的恩典，要伫中华路49号。现在阮的礼拜堂徛起的所在，是主你互阮迦南美地伫遐，阮开始建设。阮的生活伫遐，阮的信仰成长也伫遐。主你的恩典满满，阮献上阮的感谢。虽然这中间有财务的危机，有人事的问题，总是主你引带迦南教会。经过死荫的山谷，你用推用拐安慰阮，互阮伫遐来起造主你的教会，建立主你的教会，阮献上满满的感恩。天父上帝，阮也感谢你。无偌久，阮5楼的礼拜堂伫遐迎献上帝的名。阮
感谢俄罗你。阮伫遐有开设常年大学，或者年长者会通伫退休以后来到教会，伫遐学习，伫遐学罗上帝，伫遐认捌上帝，也有这些的兄弟姊妹借着常年大学来归伫主你的名，祝愿感谢俄罗你。无偌久，阮要开设全人寺庙教育协会，主你恩典伫阮的中间，互阮将福音传入校园，或者学生囡仔知影寺庙的价值。毋那安尼，阮也进入社会，引带一个人来入捌主，透过阮的服务，显出基督的香味，互因知，阮迦南教会伫遮，阮的信徒有耶稣基督的脚者的香味，祝愿感谢俄罗你。主啊，一路60年行过来，真的是跌跌撞撞的。有时阮经过美丽清净的好境，有时阮拄着大忧郁、流目屎，总是一路拢有天父上帝在看我。你的恩典无限，我要献上阮的感谢。那阮的信徒，对今日开始，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上帝在主耶稣基督召我们来得的奖赏。祝你继续带领阮，60年来，阮的兄弟姊妹经历真济的烦恼甲目屎，总是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引带一间教会。迦南教会虽然已经真做超高龄的教会，总是罗卜恳求天父上帝，祝福伫这群高龄者，互因的信心、信用哪坚固，亲像黄金落花露。祝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我要感谢你。主啊，阮也要为着年轻一辈来祈祷，叫圣神的热情奔入因的心内。圣神啊，叫你兴起这些青年，互因成做教会的栋梁，互因有火热的心，委身于教会，委身于耶稣基督。祝你的恩典伫因的中间，复兴迦南教会。要对这些青年开始，祝你的恩惠满满伫因的心上。特别，阮这回有选出3位的长老，8位的执事，恳求天父你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跟原来这一些的长老执事融合在一起。同心合意兴旺教会，主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迦南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上帝，我们特别为着陈伯志牧师来祷告，主你的恩典伫伊生命，叫圣神的恩赐属伫伊的生命，属伫伊的心中，互伊充满圣灵的恩膏，让他的内心
充满了圣灵的看见，让他的身上充满着圣灵的能力，引导我们迦南教会要往千人的教会走。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仰望，我们要完全在主你的手中。恳求天父上帝，你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也很高兴，有我们的嘉光教会，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来自他们的欢心，与我们在这里同样的感恩，庆祝我们60岁的生日。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他们，赐福他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他们的灵魂兴盛一样。罗卜在主的面前，感谢、俄乐、祈祷、恳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阿门。门。主你名，听我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今仔日要用的启应文是60周年感恩礼拜启应文，伫咧周报第4页，或者是咱荧幕的显示，咱做伙来启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甲咱教会说到一甲子，恩典慈爱满满是。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甲咱开始引路家，中间捌伫和平路，现在定军中华路。伊互我新的气力，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牧者装备来服侍，会友尊叹无提时，第一学习好模样，信仰坚定无犹疑。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过去年日有坎坷，主有保守甲同在，互咱平安来经过，这是上主大恩典。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杯到满出来。教会拄着大危机，同心祈祷变传奇，照常拍拼无客气，主的恩典无时停。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甲咱经过60担，继续开阔好时光，报人永生的愿望，伫主圣殿一家人。咱要请圣歌队甲青年牧区来献诗。因所要吟的诗歌是 This is the day， 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This is the day， 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3章26到29节。新约圣经加拉太3章26到29节，听着我来读。恁大家对信甲基督耶稣结连，成做上帝的囝儿。恁所有领受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已经称基督有义的活命。安尼，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拢成做一体。恁既然属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圣经读到这，咱继续要请嘉庚教会来献诗。他们要献的有2首诗歌，从太阳出来之地，复兴从我开始。大家好，50年迦南5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有来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是陈柏志，60周年我们又来了，你们的牧师是陈柏志，所以你看我们2个，他等一下讲到的题目叫什么？对了，好，很棒。那我们要带来2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是从太阳出来之地，第2首诗歌是复兴从我开始，送给迦南教会，也送给上帝。好，如果大家知道这2个歌，记在北调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好吗？直到日落出的那边，啊，主的名，当赞美，出来自太阳出来自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啊，主的名，当赞美，赞美主名。神的儿女要赞美，赞美我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太阳出来之地，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那边，主的名，当赞美，从太阳出来之地，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当赞美，赞美主名，神已多来赞美他，赞美我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太阳出来之地，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主的名，当赞美，从太阳出来之地，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主的名，当赞美，赞美主名，神的儿女要赞美。赞美我主生命，
要嗨起来！复兴从我开始，从来不是从别人开始，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我像阳光，升起来，缓缓升起来，不再有，你不见，再犹豫。任何困难临到我，怎样选择？主的旨意，神的光中，向前行，一信心，单单仰望你。要着信心，这信心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怀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真的会复活，不信心。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全的恢复我复兴，天空从我开始复兴起来。云上，我像阳光，缓缓升起来，缓缓升起来，不再有，已不见，再犹豫不决。任何苦难临到我，怎样选择？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在光中向前行，向前行，以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天地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主的慈爱，怀着梦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会不可不长。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会不可不长，天空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好，请大家站起来。不可不长，天空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怀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把大家的扇子拿起来，跟你旁边说：复兴从我开始，复兴从我开始。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也谢谢嘉光教会为我们带来的献诗，请坐。继续，我们邀请陈牧师来讲道。本堂陈牧师，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一家人。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嘉光教会的诗班。好，大家平安。哇，我们很高兴今天是江南教会社教60周年的感恩礼拜。好，那我们能够透过桃园国小的这个礼堂，在这里一起来庆祝，真的是充满感恩。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来归给神，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讲较大声，拍拍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好，咱今日伫这个所在做伙来庆祝。好，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59年了。好，从迦南教会设立的第一天呢，好，就每一年都在庆祝，每一年都在感恩，每一年也都看到上帝的祝福啊。好，那迦南教会我想要感谢我们许许多多的前辈弟兄和姐妹。好，所以让我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感谢哦，在迦南教会，你来迦南教会超过10年的，好，请你站起来。来迦南教会超过10年的，10年以上的哦，好，来迦南教会10年以上的，请你站起来。好，咱来给因拍拍啊！哇，好，你来迦南教会超过20年的，请你继续站起来。20年以上的，还是这么多人，来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那我跳快一点啊，30年的，来迦南教会30年以上的，来看一下，来迦南教会30年，好，来我们再来难一点的哈，40年的，你来迦南教会已经在这里40年的，在迦南有40年哦，好，再来今年。50年，你在迦南教会50年的，50年，来挥手挥手挥手，哦，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哦，厉害18。好，最后一题，来迦南教会60年，有人起来，瑞君杰、苏正雄、赖中川、吴启敏的。喜兵兄嘞，今日刚好来，好哇，咱来给因破声鼓励一下哦。好，60年啊，哦，伫迦南教会60年，好，但是呢，好，这些都是古董，请坐，请坐，因是这个国宝，好，咱迦南教会的国宝。好，但是呢，我们也是要迦南教会的宝呢，是每一个来迦南教会还没有满10周年啊。我来问一下，有没有来迦南教会还不到1年的？有没有？来迦南教会还不到1年的，来，请你们也站起来，让我们来欢迎你们。哦，哇，有这些的新朋友还不到1年的哦，好，来，请你们站起来。好，太好了。还有家光也是一样，好啦，好，请坐。好，相信呢，好，这个教会呢是上帝的教会，好，要透过这个在迦南教会好的这些60年来呢，好，让我们可以你来迦南教会1年，好，等一下有奖，哎，这个帮我好，这个好像不能用，好，但是呢，好，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场地啊，还有这个投影布幕的关系啊，好，昨天测试到5点啊，都还 OK 好，但是因为今天下雨，好，很多状况好也无所谓啊，好，但是最重要是我们在这边来做礼拜，好，所以牧师的感动是一个人要走60年，简单还是不简单？一个人啊，好，你我们一个人活60年啊，很简单，因为现在台湾人平均寿命80岁，好，所以你要走60年简单呐，好，但是一群人呢，要一起60年呢，好就困难了。好，那这是我们迦南教会呢的第一批的会员。好，那我把这些名单呢放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好，有来自桃园教会的38名，还有桃园教会的18名。好，总共分2批。然后呢，大园教会1名，杨梅教会1名，加起来58人啊。好，在1965年的11月21号的主日，好，第2次的小会来接纳。所以咱的迦南教会一开始的时阵的会员，好，就是这58名，好，58名。伫顶管有看到名的，有看到名字的，好，就是咱的徐敏兄，好，跟苏正雄，好，那么那时候都是小儿会员，好，一群苏正雄5岁啊，5岁而已啊，好，但是呢，好，当伫迦南教会行60年，好，真正无简单。好，那么爱真感谢过去这60年，好，所有开创的这些先锋者啊，好，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好，所以帮我按出来这些照片，好，这边有我们教会的设立的照片，10周年、20周年、30周年、40周年、50周年，还有我们今天要留下最后一张，不是最后一张，要留下第60周年的照片，好，我们等一下就要在这边礼拜后，好，就要来拍这张60年的相片啊。
好，所以你当看到迦南教会每10年，好，教会就一直在进步，好，每10年，好，教会就一路在成长。但是我们要感谢这些开创者，这些勇敢的人，就像马街的精神一样，他们愿意远离家乡，他们愿意离乡背井，他们愿意为着福音勇敢行出去。好，所以咱的迦南教会，好吗？是不是勇敢行出去的教会？是，好，甲你隔壁讲，咱的教会是勇敢行出去的教会，咱的教会是勇敢行出去的教会。好，通过今天的经文，好，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上帝设立迦南教会的目的。好啊，我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有4个。头一个，上帝设立迦南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互桃园人拢知影，咱是上帝的囝儿。好，甲你隔壁讲，咱拢是上帝的囝儿。好，加拉太书3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中文。你们大家都借着信，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成为上帝的儿女。好，我们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儿女？有2个条件。第一个要借着什么？信，好，信心。第二个要跟谁合一？跟基督耶稣合一。所以我们要让桃园的人知道，上帝在这里设立的教会是要让教会的人来到这里，要借着信，然后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啊。迦南教会第一任的牧师，好，他的名字刚好也有一个字叫做信。好，哪一位牧师？陈希信牧师啊，陈希信牧师。陈希信牧师来迦南教会4年，好，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他带领那时候的长职。好，刚才士林传道在祷告当中也有提到，1970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议，从永乐街搬到和平路，后来长职决议要买中华路49号，那个时候是土地银行。因为土地银行他们要搬到中正路，好，跟这个中华路的交叉线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他们要出售，所以那时候的长职就决定要买这个地方，多少钱？有没有人知道？啊，不对，1500万。好，告诉大家，那时候长职他们决定要买的金额是151万，便宜还是贵？便宜啊，你都觉得很便宜啊。我们现在的中华路49号。多少钱买？记下来，151万含税，好，含税151万。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好，55年前，好，一个透天在桃园多少钱？20万，好，20万到30万。所以你等一下要买现在的大概是5间到7间的透天，好，你要买5间到7间的透天。好，才能够买下那时候的中华路49号2层楼的房屋啊。好，但是呢，陈希信牧师好带领那时候的长职，拿出信心跟耶稣基督联合。好，所以这个当教会买完之后，牧师就离开了。好，因为那个压力很大。好，后来陈道雄牧师来的时候呢，好，一直在还钱，好，一直在借钱，好，一直要去想办法去跟会友啊、跟长职啊、跟其他的来借钱。好，终于好把中华路49号买下来，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感谢主，感谢主。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让咱知影，咱拢是上帝的囝儿。你安怎看出咱拢是上帝的囝儿？就是通过咱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而且我们跟耶稣基督合为一。而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上帝设立迦南教会第2个目的，就是不再分犹太人，不再分希腊人。意思就是讲，无分主内甲主外，大家拢是一家人。阿们。所以迦南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来见证，不管你来迦南教会60年、30年，甚至你来迦南教会不到1年，但是不分彼此。我们都是一家人。加拉太书3章27到28节这样说，好，看得到荧幕的就一起来读。你们受洗跟基督合为一，正像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不分犹太人或什么？犹太人就是信上帝的，外邦人呢还没有认识上帝的。
所以在迦南教会，上帝设立的目的就是，我们不分你是主内主外，我们不会胳膊往内弯，我们也欢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可不可以来教会？他们是教会的 best， 好 best， 他们是教会的宝贝，我们也看重他们，因为上帝也一样的看重他们。在迦南教会第2任牧师，叫做什么名字？陈道雄牧师。好，今天陈道雄牧师已经被主接到天上，好，但是陈道雄牧师娘好，徐惠美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我属牛，请你站起来，免恭维，站起来就好啊。好，来转身一下，咱来拍拍啊，来加以欢迎。好，咱来让看到这个陈牧师娘啊，好，就刚看到陈道雄牧师同款。好，陈道雄牧师，好，做咱迦南教会第2任、第2任的牧师，一来就要开始来总钱啊，好，总钱还债，好，因为要151万，看起来不多，但是在那个时候是7间的房子的钱，一口气买7间房子，好，大家都就努力的就拍拼，好，所以迦南教会呢，好，终于在1982年，好，1982年，好，从1970年。买下中华路49号，经过了12年，好，把钱都还完，而且还存了一笔建堂基金。1982年，好，就把那个旧的土地银行，更早以前是拘留所，来卡掉，然后盖这个8层楼的地基，5层楼的建筑。我来考考大家，你知道多少钱吗？哇塞，1500万，只要1500万，秀不？秀啊！好，那时候应该多盖几层，多盖几间了。好，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物价很贵。现在你从右边看就可以看到，哈，就从这个玻璃看过去，好，现在十字架就在那边。好，1500万，1982年啊，好，陈道雄牧师带领教会的长职，好，信徒，好，拿出信心，钱还了，搁欠钱总钱，然后呢，去5站楼。但是无钱无够，先挖地基拍好，好，将来继续再盖到8层楼。所以我们看到迦南教会好来新建起来，在哪一年？1982年。同样在1982年的时候呢，好，那时候陈道雄牧师好也在教会领受到的意象，好，就是伊刚刚教会爱出去爱报道，好，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不分信主的跟没有信主的，要去传福音。所以陈道雄牧师从1982年，同样在建堂的那个时候，那一年开始，就来做3元倍进布道事工，好，简称什么福？3福啊，好，总共做了12年。好，陈道雄牧师好带领长职在迦南教会做了12年，总共训练几位3福队长？66位，好，66位，好，我也想要好奇了解一下，你是这66位的3福队长的有没有？有这么多，来，请你站起来。好，66位的3福队长，哇，这也是我们的国宝啊！哦，来，转身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好，哇，好，请坐，请坐。好，总共有66位，今天大概还有20位在我们当中啊，还有20位在我们当中。所以每一期的3福结束，教会就会增加20-30人。好，每一期结束就会增加20-30人。所以我们的迦南教会，好，也因为这样就开始破100，好，100、200，好，接近300。好，所以这些陈道雄牧师当中，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不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迦南教会建造起来，买了这个土地，盖了这个礼拜堂，不是只有给在里面的人来享受、来使用，而是不分彼此，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来认识神。阿们。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设立教会的上帝设立教会第3个目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要成为一，不分教会，不分宗派，我们都要真诚相待。3章27、28节，好，我们也一起来读：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你们都成为一体了。所以教会被设立，就是你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自己的人，外面的人也欢迎他们，
而进来之后要怎么样子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一家人呢？安怎有那种感受我们是成为一体呢？就是要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我们教会的第3任牧师，庄德章牧师，还有陈秀娟师母，今天也有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请他们站起来，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好，这是我们迦南教会的第3任牧师啊。好，庄德章牧师，好夫妇，还有带领我们那时候的长职团队，好在迦南教会里面，也开创了很多的事工，继续接续好第2任牧师好的事工，带领长职，好继续来开创新的一页。好，那因为如果我讲下去，大家我们等一下就不用运动会了哈，所以我只能够挑重点讲哈。好，那庄德章牧师特别在1997年的时候呢，来成立了社福中心，好庇护中心，好，那也是因为有这个庇护中心，好从1997年设立，所以我们才能够在2002年只有6年的时间，我们就大胆勇敢的买下在观音好3000坪的宣教基地，好是因为有这个庇护中心来做社福的机构，照顾这些的受虐的妇女。好，使我们教会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不仅如此，好在庄牧师第3任的任内当中呢，他也带领迦南教会走出去。好，特别他被选为这个联导会的主席啊。好，我早上有问他，1999年的时候，好庄牧师被选为大桃园联导会的主席。好，前后担任同工、主席跟顾问4年啊。这4年当中呢，我们迦南教会开始有了第一次的通宵那个什么跨年祷告会，拍谁？跨年祷告会。为什么我们会有跨年祷告会呢？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庄牧师就邀请众教会，我们在火车站这个地点非常的好，所以邀请众教会呢就一起来这边跨年祷告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每一年都有跨年祷告会，是因为我们教会不分彼此，我们愿意跟其他的教会，不是只有长老教会，好，甚至灵粮堂啦、浸信会啦、门诺会啊，好，其他的宗派，我们都欢迎他们来到迦南教会，一起在这边联合，一起来祷告。也因为这样，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桃园联导会有一个联合的事工，好，就是在2002年设立了闽盛基督教关怀中心啊，闽盛医院的基督教关怀中心。好，那到这个闽盛基督教关怀中心啊，到现在还在，好，还在闽盛医院。好，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好，这个闽盛基督教关怀中心好被关闭一段时间。好，但是8月份庄牧师回来讲道的时候呢，他又再去关心这个闽盛关怀中心啊，然后去找现在闽盛关怀中心的这个同工，好，然后去跟他们见面，去跟他们谈，好，然后给他们不是施压，给他们鼓励，哇！结果他们回去之后呢，哇，就去找这个闽盛的董事长，好，去找闽盛的董事长，又把这个闽盛关怀中心的办公室呢，好，又拿回来，好，已经挂上招牌，现在呢又继续在闽盛医院里面，好，又继续来运作，好，所以呢继续现在有基督教，有天主教，好，在闽盛医院的14楼，然后20楼还有一个会议室啊，好，所以我们看见，好，真的我们迦南教会呢，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分教会、不分宗派，大家都真诚相待，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上帝设立教会的第4个目的，就是要明白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是谁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是要用信心明白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位分。加拉太书3章29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会承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用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啊。迦南教会第4任的牧师，是谁？真正人，金架郎，郑正人啊，郑正人牧师。
好，郑正仁牧师呢，从2003年好来到迦南教会，好，那有很多的事工，好，这个大家的印象记忆犹新，好，记忆犹新，好，但是我也只能够挑几点讲，好，就是迦南这个郑正仁牧师呢，好来迦南教会，好，他接续前面的事工以外，也开创新的，就是郑牧师非常看重教会的青年，所以他觉得教会应该要找一个青年牧师，好，所以找来找去，全台湾找透透，找到了谁？拍谁？找到我。啊，那时候郑牧师呢，好，他看重青年事工，所以他找一个年轻人，好，能够在教会当中来带动，好，所以呢，好，就开始有了青年牧师，就开始有了青年事工，好，开始有了青年的聚会。那时候郑牧师来的时候呢，教会成立了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也看重社区的事工，教会要怎么样能够继续的走出去，跟社区连结。所以在2005年，好，有青年牧师，2005年的年初，好，也成立了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好，所以生命教育协会到今年也满20年，所以我们也看见协会的事工，好，越来越有影响力，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关心不同年龄层的人呢。但是除了这一些，好，那郑牧师在担任牧师的期间呢，他看见迦南教会的历史。迦南教会呢，曾经帮助很多的教会，好，譬如说，这是哪一间教会？不是，草踏教会，这一间是乔爱教会。后来呢，还帮助了这个洪恩教会。那时候洪恩教会呢，好，是韩国的宣教士，只有2-3个人在聚会。陈道雄牧师在任内的时候呢，就派人去帮助去关心，所以就派了5个人出去，好，然后就让洪恩教会一直开始到今天。今天洪恩教会的做礼拜的人，还有奉献呢，都已经超过迦南教会。我们要派长把荣耀来归给神啊，感谢主。那还有呢，诗坛教会在郑牧师的期间，好，去帮助那时候是130几年的诗坛教会啊。好，诗坛教会已经没人没钱，好，但是迦南教会在那个时候好帮助，好，所以在礼拜5的时候有他们的诗坛教会的陈方明牧师有来说，非常谢谢迦南教会好在这10几年当中的支持，不然这间老教会可能就要断炊，可能就要关门啊。好，但是呢，好，这个马街设立的教会，马街走到诗坛里面去。客家村好，平埔族原住民好的地方好设立的教会，也因着迦南教会的参与，能够继续到今天。还有很重要，就是在郑牧师他看到这么多的教会，可是他有一个感受，就这些教会好都是迦南教会协助帮忙，但是好像迦南教会都没有一间教会怎样从头开始自己开拓。所以那时候10几年前，迦南教会的长职们，好，特别是小会员，好，有一个看见，所以我们要来开拓一间教会，好，要从头开始。所以哪一间教会？好，嘉光教会，好，嘉光教会就在2012年的2月5号就开始了。好，所以我们请嘉光教会弟兄姐妹们，请站起来好吗？好。好，今年是13年啊，13年半的时间，明年就要庆祝14年啊。好，请坐。好，那我们那时候迦南开拓嘉光呢，好，就是派出了25个人哦。好，那这25个人好的名单好在上面哦。好，那我叫到名字，请你们走上来好不好？好，詹俊玉长老跟蔡淑女夫妇，好，张鹏辉长老全家，倪碧霞、张木星，然后赖香林长老、张俊朗，然后心如、怡珍、蔡荣辉长老，好，林星辰执事、陈威光执事、玉华，还有卢梅莲，梅莲今天有来吗？哦，有来啊。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呢，好，要来感谢当初25位从迦南教会派出去的同工啊，经过了13年半，好，那他们还坚守岗位啊，好，那他们都已经超过陈牧师只有在嘉光4年啊，他们在那边13年啊，连这个指挥傅老师，好，你说比我还久哎，好，都已经是我的3倍啊，好啊，但是呢。迦南教会派他们出去呢，好，那他们就尽忠职守，好，那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
好，要好好的来致赠，好致赠。詹俊玉长老。好，这不用看，不用看了，这就拿名字就好。张鹏，这是蔡龙辉长老。新城在哪里？好，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好，来拍个照。我们来看前面哦。好，掌声鼓励，谢谢。好，在开拓教会的路上哦，好，是一条可不可以回来的路？不可以哦，不可以回来，他们今天就不能来了。好，其实呢，不用想那么多。好，我们去，好，但是是为了福音而去。好，在主里面，我们永远是一家人。阿们。好，那虽然这个歌没有在周报上面，好，不过好想要用这首诗歌好来祝福我们在迦南教会，我们都能够成为一家人。好，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永远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我们排长把荣耀归给神。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知道我们都是神儿女。说一次，使人知道我们都是神儿女。第二是不再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再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分教会宗派都真诚相待，以信心明白每人身份位分。好，我们迦南教会还有第5任的牧师啊，好，那第5任牧师尤伯宏牧师，好，那他们现在呢正开拓恩高227教会啊，好，恩高27教会，好，虽然迦南教会没有直接的参与啊，好，但是我相信也是带着迦南教会的美好的传承、美好的产业，还有从历代所累积下来这些的祝福呢、信心呢，继续来走这条福音的路。所以今天的金句，好，在我们的周报的封面，好，加拉太书3章14节，我们华语念一次，好。基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外邦人借着基督耶稣获得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泽，这样我们能借着信而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圣灵。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来领受上帝所应许的什么？所应许的什么？
好，我们需要有圣灵，我们才能够往一家人的目标来努力。咱需要有信心的帮助，咱才会当去合适。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无分彼此，咱无分内外，咱拢会当来继续为着福音，继续勇敢来向前行。望上帝也祝福咱伫迦南教会继续头前的路站，扎光教会、洪恩教会、乔爱教会、草踏教会、恩高227教会，都能够继续的为着福音勇敢向前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今日阮伫这个所在做伙来庆祝迦南释教60周年，也看见伫这60年短无算久的时间内面，总是上帝你予迦南教会有真丰富的恩赐，也有真侪的恩典，予迦南教会会当真侪教会、社区，甚至是伫大桃园联导会、正教会的祝福。主啊，愿上帝你啊，差遣你的仆人罗伯，甲同工会当做伙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会当继续勇敢行出去，会当伫主的内面永远拢是一家人，在主里面永远都是一家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179首，永更归地，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永更归地，圣父上帝，永更归圣家上帝，永更归地，圣神上帝，永更归三位一体，永更上帝，永更主高万万世，永更归地。主，世人罪过无卡数，永更归地，小人的主，家主罪恶难离故，永更上帝，永更主替咱现在，永更我路到万万年，前提在罪恶임신国权严更不掉不尽，我路充满无丢丢，严更上帝，万能的护到万世。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给你，最利落眼高之心，是给你献给主，归眼高万里古，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罪罪人，我他要为你献，上上帝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互你扬，我的有路主无停，我的水顿来叮当，不通好音来救人。请起立。我的情愿献给你，永存龙潭你旨意。我的在情你
祈求。阿门。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咧天父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阮感谢你，组织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乐你，来庆祝阮教会60岁的生日。感谢你的恩典，60年来袂捌离开，60年的岁月，你养持阮、保守阮、引带阮的道路。主啊，阮感谢你，互信心的前辈来报经济伫这个教会。嘛，感谢你，互众兄弟同心合意的服侍伫咧遮成长。阮的教会也要成做灵魂得救的出口，嘛要成做这世代的祝福。愿你的荣耀继续充满伫这个教会，直到永远。即摆，阮献上阮的时间、金钱、才能，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接纳。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伫报告大声，咱要先请陈牧师来介绍，加来欢迎。咱今日爱介绍的人真多真多不总是我相信咱今日每一个来拢是咱的贵宾所以先甲你隔壁讲，你今日就是贵宾。搁甲伊讲，你今天就是 VVIP。你今天就是 VVIP。好，下面叫做 VVIP， 叫做 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你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咱永远都是上帝 VIP。阿门。上帝永远看我们为宝贝啊。好，那我们今天有接收到很多的贺词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咱的周报应该是背面有我们的这个贺词的 QR code， 所以刚才礼拜前我们有放在荧幕上面，但是如果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有在我们的礼拜晚上的这个社教60周年的感恩音乐会呢，我们有很多的贵宾到场包括这个张市长也有派专员到场。好，那今天也有这个立委要来好，那但是这个时间的行程安排但无论如何呢，我们的迦南教会60周年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在礼拜晚上的音乐会总共有350多位来参加好，那今天我们的感恩礼拜报名有660位好，所以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感谢主。刚才嘉光教会在献诗的时候呢，一直唱阳光阳光，好，所以他们唱的那么大声呢，所以现在雨都停了，好，然后阳光也要露脸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大合照之后，我们的运动会照常举行，好，会在我们的这个桃小的范围操场当中，好，那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的周报的第5页。有一个地图好，就是我们等一下活动的范围。好，那这个运动园游会进行的方式就是你每完成一关，你就可以拿到一张摸彩券。好，你拿到越多的摸彩券，中奖的几率就怎样？越高。好，但是你要记得在11点40分之前呢，要把这些的摸彩券投到摸彩箱不然你带了一堆摸彩券放在身上。好，那就可惜了。好，那我们11点40分要请大家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礼堂。好，我们要来进行最后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好，跟我们的闭幕式。好，闭幕式。好，那我们在闭幕式结束之后，我们的教会有准备每人都有一份的油饭。好，是这个手工油饭。然后在油饭当中呢，还有一个迦南60周年的钥匙圈。好，也在袋子里面。然后呢，还有一本就是迦南教会，我们在50周年的时候有一个祷告手册，好，那我们在60周年把它更新，好，有一个迦南60年的探访手册，好，探访祷告手册，好，总共有100多页好，也是1人1本，好，所以今天有来的，好，都可以拿到1本，好，那可以把这个祷告文，好，还有这个经文，好，可以用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把福音分享出去，安内好不好？好，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把福音分享出去。好，那这时候我们要请那个嘉森长老来
我先他要报告之前呢，我先讲一下，对不起讲一下我们等一下拍合照的方式啊。好，我们原来是计划要到操场的因为地面湿滑怕长辈危险，而且会花很多时间，我们就改在室内拍。好，室内拍。好，那我们等一下室内拍的方式呢，好，我们可以稍微回头看一下。好，我记得帅哥坐在遐已经坐好啊。好，那我们就是只要可以看得到他呢，你就可以入镜。好，那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要请那个丽英举手一下。好，对，好，然后就是那一排，好，是第一排。好，那你手先举高一下，让大家。好，那第一排的话，所有请我们的牧长，好，牧长们，好，站第一排，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历任的长老们，好，站在那边。好，然后让他们有位置可以站在那个地方。好，然后呢，我们就后续呢，好，也可以一路站。那在台上的圣歌队员呢，好，你们都可以站在第一排的位置的地方。好，那好，就是看上面的镜头这样子。好，安尼有问题不？好，简单报告哈。好，我们要记得要向后转，等一下会再指挥。好，那我们请嘉生长老来报告。刘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来报告本周的消息。本周日是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的感恩礼拜，那南咪嘛是有运动园游会欢迎兄姐甲莅临的牧者甲长执做伙来同欢喜，来见证上帝满满的恩典伫咱迦南教会。那今仔日的奉献要全部来支持南回病院的兴建，咱甲荣耀归于上帝，拍拍来。第二个，咱60周年的运动迄个民间的义卖伫咱迄个拄啊地图第5页的地图的所在，第6甲第7的所在会使伫遐来购买啦那一条是300块，2条500块，5条是1000块，卖完就无义卖的收入要归伫咱迦南教会的迄个周年的现金内底。好。本主日下晡教会是无开放，请咱大家来注意。小会的消息下主日11月9日是第6摆的圣礼典。过来敬拜部门的消息，下主日11月份的受请，伫迄个咱迄个周报顶悬第2页所在，若是需要更正的，请甲行政干事来通知。敬拜部门的消息，新任的长执训练伫后主日的11月9号下晡1点，伫迦南教会49号2楼的所在，那所有的长执新任的都爱来出席。过来上台的讲座，伫11月5号拜3的早起是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燃脂增肌的训练。讲师是阿 Q 教练毋是伊去阿 Q 教练。欢迎兄弟来参加。装备部门的教会的消息，11月8号有造就的课程，有咱 A1、A2 的课程那有报名的兄弟，请大家来留意这个时间，准时来参加。过来装备部门的消息，11月15号拜6有学生同工的退休会，会议结束了后有自餐，请2025年甲2026年的长执、区长、组长、甲校长、甲队长、甲干事这的学生同工拢爱来参与。伫11月12日，拜3进前爱伫赖官方来报名，互同工好安排过来2026年年度有第1届的筹备会是牧养部门时间是11月6号的拜4，时间是暗时的6点半，地点伫401教室，请所有2026年的牧养长老甲区长大家来出席。最后咱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台语甲华语咱做伙搁来读一摆。台语先来预备来。基督安尼做是要将上帝和阿比拉罕的祝福，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外邦人，嘛要互咱对神来领受上帝所应允的信息。华语的来，
基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外邦人借着基督耶稣获得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泽，这样我们能借着信而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3章14节。好，以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诗歌，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全能主上帝，保守所应无体，赐平安，完全平安。给信勇敢度万难，也把仰望主的名，永受稳定因无尽，完全领主上帝，保守所好因无停。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天父上帝主必听痛。信心的感动、甲帮赞、甲开纳、甲认真，大家三甲伫地，互恁为着福音勇敢行出去，传福音报好消息，互万人知。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咱拍拍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好，现在咱们来拍大合照。好，请咱这个请长执好，请咱的牧者好夫妇甲中级好，先走到后排来。